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声曲奇的神。能拉丝的纽约曲奇，搞一下。感觉好久没做烘焙了，今天做个纽约曲奇，70克混合坚果，你不用混合的也行，只用核桃或者开心果啥的，给它们切碎。120克巧克力也切碎，喜欢巧克力的可以多放点，想放点小零食啥的，感觉也不是不可以。来1颗鸡蛋，搅和成蛋液，室温软化的黄油110克，低速打一下，软化过的非常容易打成这个奶油状，打到发白。加入65克红糖和25克白砂糖，我看这个教程已经是减糖版了，依然低速打发一下，让它们混合均匀，像咖啡奶油一样。用这个刮板把边上的都刮下来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再充分打发均匀。鸡蛋液分2次加入，加进来后用这个黄油盖一下，要不然一打鸡蛋液飞出来了。低速打到它们充分融合。再加第2次，打好之后加入1克盐、2克小苏打、4克泡打粉、100克低筋面粉、115克高筋面粉，最好过一下筛啊，更加细腻。开始混合，用切拌的方式进行，比较适合曲奇、棒蛋糕这类高油脂的甜品，这样可以充分混合啊，提高效率，不容易起筋。偶尔把底下的翻上来再切啊。刚才还感觉粉挺多，现在变粘土状态了。把坚果碎和巧克力碎也加进来，自己在家用料就是爽啊！这么多料能不好吃？这个料加起来190克，都快赶上粉的重量了。混合均匀，给它们平均分一下。我这个要110克一团，可以分6个，很容易团成球啊！它表面全是料，6个饼干球完事儿，拿去冰箱冷藏40分钟。冷藏后依然很软啊，像包包子一样，中间塞入1个棉花糖。我能不能塞俩呀？俩有点难包，但是难不倒我。它不像面团有粘性，这个饼干团它很容易散，所以只包1个棉花糖得了。我还要做一种饼干底儿的，用这种粗粮消化饼干，上面放个棉花糖，再把饼干面团盖上去。还是得捏一下哦，裂了。这个消化饼干好脆弱呀，轻轻一碰就碎了，所以得轻一点。饼干底的做2个，团好的饼干团啊，再冷藏20分钟。冷藏好的面团开口向上，就是包棉花糖的那个封口向上，带饼干底儿的正常放就行。180度15分钟。拜拜 See ya.位子全部炸裂，裂得太大可以趁热用刮刀给它们聚拢一下，稍微整整形。出炉要晾20分钟，要不然它容易碎掉。晾好的纽约棉花糖曲奇，虽然是第一次做，但是感觉很不错，做起来感觉挺简单，没什么技术难点，还是说我现在经验丰富了呢？你甚至不愿意叫我一声曲奇的神。先来试这个加了2个棉花糖的曲奇，挺能拉。我用的是烘焙棉花糖啊，不知道普通棉花糖会怎么样，可能会烤糊。它里边料太多了，所以很容易碎，全是融化的巧克力。外酥里软，趁热吃，巧克力还在流心儿。混合坚果带来的香醇和棉花糖互相融合，味道非常丰富，这不是大成功吗？开店了。我还没见过专门卖曲奇饼干的店，国外好像是有。这个是加饼干底儿的，把棉花糖封起来了，所以没裂开，拉起来非常爽。这个加饼干的好吃哎，你这个饼干一定要选咸口的，因为面团和巧克力是甜的，可以中和一下，甜咸永动机了。你不用这个消化饼干，还可以用苏打饼干。第一次很成功哎，下次我要开发点新口味了，什么辣条薯片的往里塞一塞。这期值得学啊 ！OK，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 O不 OK？